理，良心护真理，真心换正义，真心换正义。将手上的良心牌啊搭上税务人权的看板顶面，向心良心护真理，真心换正义。由法税改革联盟加平反1219联盟，29号上午伫台南市议会召开税务人权迫害的记者会，针对台湾目前真济无合理的税法，伫整个税务体制上，政府需要做通盘的检讨。对着税务单位，如果为了提高绩效，你有税务奖励金，因认为必须要检讨是不是有公平性，避免造成百姓权益被剥夺。我为什么要参加法税改革？因为最主要我发现我们的税制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合理的现象。像我们如果国税局开出税单的话，必须民众自己证明自己没有税，那不然的话，经过30天你没缴的话，他马上把你拍卖财产。虽然我们可以提起诉愿，但是你提起诉愿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先缴，以前是一半，那现在的话虽然修改为1/3，还是非常的多。因为如果国税局随便开出一张巨额税单的话，你如果连这个税额都没办法来先预缴的话，那你可能财产马上就面临被拍卖的状况。而且你纵然是提起了诉愿，但依据诉愿法的话，你在诉愿的时候并不能够停止那个执行程序的进行，所以很多民众呢就是因为这样。被迫跟国税局那个协商啊，多少缴一点，那这个是非常的不合理。政府单位如果把违法的税加在老百姓的身上，那你说国家会安定吗？老百姓会安全，会没有顾虑吗？所以我们也借着今天这个记者会，让政府要悬崖勒马。不应该收的税，违法的税，要还诸于民，要让老百姓安心。我们的交通奖金违规事件，检举达人，他其实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民怨。你到了某一个点，其实你要懂得折返，所以后来我们取消了。但是取消的这段时间，其实仍旧让了许多的民众感到恐慌。这就跟我们的前面有提到的奖金课税制，他们编列了大笔的奖金，造成了权力无限放大，就为了赚取那些，造成百姓人民在继续受害。我觉得我们政府有太多需要我们去检讨，而且我要求他们能够听进我们民意的这份力量。我也希望将来也跟我们的最基层的我们税改联盟，包括我们的太极门，我们一起跟我们政府表达我们的心声，做错。知错能改，那才是大有，才是最好的政府。为了国家的发展，人民诚实缴税是每一位国民应该尽的责任。不过，如果为了扣税的目的，设立检举的奖金，或者是查税的奖金，必须人民乌白检举，将造成税务人员加人民真大的受害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